来继续来到台南，有这个宫庙来举办着安坐了境的活动，讲放烟火是放到深夜11、2点，窗仔门的震动真大力，噪音嘛，甲人吵甲困袂落眠，民众是真无奈。这个环保局这一暝就接到74件陈情，讲会依照着诉证来进行着必要的罚款，庙方嘛出面来道歉咯。 烟火放个真水，光死是画面扣起不来，不过民众就起毛摆，因为这个时阵已经晚半暝啊12点。那里是原高雄县的地方，在释放高空烟火。12点的时阵，那厝有足大的声音，轰轰叫的声音，窗仔门拢会震动。半暝11点外，空路队小姐跳舞跳个真欢喜，不过厝边头尾就真无奈。台南南区宫庙举办安坐大典，有19间宫庙超过5000人参加运动，不过声音和环境污染，和民众拢骂甲无力。陆续有里民打我的手机来询问。 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有类似爆炸的声音？会安坐的日子，因为一世人甲一届呢，用钱是大差价，讲了真正足歹势。那噪音管制法3000块到3万块，我们一样根据这些的民众的反映的情势来告发。环保局讲，这类民众陈情，包括环境卫生、精彩声音，就174件，因会继续收钱影像来给开发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